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有袂少人袂爱出门，换改伫网络顶来买物件。全国上界大场的公有零售市场，台中的建国市场建立着购物平台，民众会当上网选买到新鲜的青菜、水果，阁会甲咱栽培送到厝。开幕的期间，限量推出着100组888块免运费的福袋啊！要用比市场俗2成到3成的价数抢人客。受到疫情影响，民众较少去菜市啊，为了开拓客源，台中建国市场有设置的购物网，即日起正式启用。市场啊，我们也成立一个712摊哈，来哈，要未来是要请个小帮手啊，结合714摊哈，来打用来扣回较方便啦哈。开幕期间限量推出100组888免运费福袋啊，内面有15项的青菜甲水果，也有肉。若运费离市场1公里内75块，上远会使送到6公里内，摊商是乐观其成。建置一个购物平台，其实我们是很乐意看它后面的逐渐成型，然后茁壮，然后希望大家能从我们的购物平台来购买我们的商品。为乡亲认为安尼较方便，不过大部分客户回时大，因介意现场取景，感受传统菜市的人情味。传统菜市要抢攻在家经济商机，要用比市场较俗2成到3成的青菜水果，甲电商通路竞争。好，来乡亲来。